议员李伟智表示，新化人口大约4.5万人，不过伫个本色车的清运、的派遣、甲个调度却明显不足，原因就出伫个本色车上过老旧，甚至有车龄超过19吨。议员表示，甚至伊伫个走摊的时，还佫会看到本色车来过路，因此希望市府会用个权力有算，逐年来汰换。2年前有一台好7吨半的，即摆这19当时是临时调的，是北区、中西区调去互用的。我资源的嘛，嘿，资源的。即摆是安尼，这2年市长嘛，我买超20台。有啦。我若要去进一个买，至少佫欠20台。今年已经动过2倍金。对啊。所以我们那个要依循那个2倍金的动用原则哈，让某港你都别让用同一个理由动用，所以我们想办法来把这个经费，譬如说，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办追加检可不可以？我用追加检的预算把20台的这一次把它编组。同款环保的问题，还佫有厨余的气化，甲个载运，伊伫台南市一天的厨余的量大约有100吨，不过新化厨余厂甲个城西垃圾场会用个处理的，却只有55吨左右，因此时常看会到载运的过程，厨余来外溢，因此议员要求环保局要来加强督导，并且注意清洁。台南新闻林彦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